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初1，旧历的4月初9，礼拜5。今仔日是5一劳动节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劳工的生活更加艰难了。尽管行政院推出几啊项纾困的方案，譬如讲每个月补贴薪水1万块，补贴3个月，但是敢若限定你的薪水无到24000块的劳工才会当来申请。有劳工团体今仔日出面讲，这个条件伤严咯，建议政府都要来修正。另外，台湾的企业组织工会比例长期偏低，这嘛来影响到劳工的团结。纾困救事业，团结祖国会。疫情影响产业，更加影响到劳工的生活。行政院陆续推出真侪项劳工纾困的方案，像讲自营业者甲职业工会劳工，若是薪水较无24000块，会使每个月补贴1万，总共3个月。不过劳工申请过程无遐顺利，24000块的标准，劳工团体嘛认为讲安尼无合理。难道投保薪资超过24000块的人，他没有家庭、没有小孩、没有父母、没有这些生活压力吗？应该要撤除掉这个申请的门槛才对。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方案的审核标准，其实他们也不是非常的清楚。办理这些纾困相关的方案措施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受到了相当大的挫折。另外，有关劳工权益的工会，在台湾的企业内面，依然无遐普遍。工会筹组的那个人数里面，需要适度的去放宽，因为毕竟这样劳工才可以行使团结权。要保障职业风险的职灾保险法。改变劳工加薪的最低工资法等等，拢还未立法。5一劳动节会使休困一天。不过，广大辛苦劳工上该仰望的，应该要是为基本改善台湾的劳动环境。